即係評價話邊啲嘢得，邊啲嘢唔得嘅。所以我中意拍電影咯，因為拍電影係最平等同最自由嘅嘢嚟嘅，即係你係越拍得多越好嘅，即係你中意越多人拍越好嘅。戲係其實係好主觀嘅咯，你覺得好你就可以拍，你可以拍鹹片，即係你可以拍藝術片，你可以拍商業片。咁你中意拍藝術片咪拍藝術片咯，但係藝術片同商業片咁咯，本身都係有一啲基本對電影嘅要求嘅，就係即係你觀眾要欣賞同埋有，但係呢個係即係，所以我自己覺得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啲戲係應該越多越好。邊個中意拍乜就俾佢拍乜，所以譬如鏗鏘集咁，即係我覺得如果啲人中意拍咪拍咯。但係如果佢係為咗佢覺得會好咧，佢先拍，或者佢覺得會收得，或者佢覺得會成功啦，咁就未必係咯。